要来讲，台中有民众伫公园买项来食，也食了呢，身体煞无爽快，而且有袂少民众拢有这个情形。当受害者是做伙出面要求店头家爱负责任。民众买烧鸭做暗顿，暗过专家伙啊，是土过走吧，怀疑烧鸭有问题。儿子开始第二天开始上吐下泻发烧，到今天早上总共拉了41次。我女儿现在目前就是还在曙丰那边住院中，吊点滴。台中丰原未少人找机关定情，表示买丰原一间烧鸭店的烧鸭了后，都陆续出现肠胃无舒适、发烧这的镜头。这个人拢是伫1到23买烧鸭，推测是食物中毒，要求烧鸭店爱负起责任。没有就诊了嘛，对不对？还是还没有就诊？如果还没有就诊，赶快去就诊。烧鸭店只是透早都袂少退回电话，食安处警员也来加查采样。店头家姓吴负责人表示，伊才开幕3日就拄到安尼状况，会配合调查。那确认甲店头关系，会负起责任。只能说由卫生局来检验出来，到底哪个环节出问题。好，我做了6、7年都没有出过问题。台中市食安处表示，这间烧鸭店伫今年6月发生食安问题验出3门细菌，被命令停业。这月底换负责人了后，重新搁开业，搁传出食安记录。目前统计有17个人食烧鸭，16个人身体无舒适。责令业者立即停业，配合调查。那我们会就相关的现场的一个食物、食品容器具，还有它的制成卫生等等的进行稽查以及抽验。食物如果保存不当，容易引起细菌感染，像金黄葡萄球菌、大肠杆菌、沙门氏菌等。医生指出，这物件若青甲色个无确实分开，或者是保存无好，拢可能产生细菌。食安处表示，检验结果按算2礼拜出来，若验出病原菌，会依照违反食安法，罚6万以上2亿以下，甚至以上罚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